OpenCore 係咩？佢係一個 AI 助手框架，但唔係普通嗰種。傳統 AI 助手只係俾你問問題答問題，但 OpenCore 唔同，佢係一個擁有持久化記憶嘅 AI 夥伴。知係點？一係咁講，佢哋曾用 Node.js 架尺，模型方面支援 Minimax、Gemini、Claude 三個主流大語言模型。你可以根據唔同情境切換唔同模型。日常傾偈用 Minimax，省錢又快；複雜分析用 Gemini Flash，深度思考用 Claude。佢有一個幾十個技能嘅 skill 生態系統，你可以話佢係手機 App Store。需有圖片生成，加叉 Comfy UI skill；需有翻譯，加叉 Translator skill；需有天氣，加叉 Weather skill。而且全部都係本地運行，唔需要俾月費。佢支援多個即時通訊平台，包括 Telegram、Discord、Signal、WhatsApp。你唔需要開電腦，隨時隨地打開 Telegram 就可以同佢傾偈。佢自記憶系統係亮點所在，佢有每日日誌，有長詞記憶窩，有 Context Tab 緩存。就算你關機就係開，佢都記得你上次傾到邊。佢支援 Cron Job 自動化，你可以去設定每週7點自動推送天氣，每晚10點提醒你瞓覺，每半個鐘自動存檔對話記錄。佢仲支援 Sub-Agent 嘅代理系統，可以將長時間任務外判俾子代理，唔會 block 主對話。最後，佢係開源免費字，你可以用自指字 API key， 唔需要被平台綁死。如果你想體驗真正嘅 AI 可版，係唔係屎板板嘅問答機器，去 OpenCore 啦。